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暝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俩该去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幸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看起世界错也很唔错，本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这次的校庆，我们班要表演诗歌朗诵。校庆活动不是应该让我们自己决定表演什么吗？我想要表演竞技啦啦队。你这个阴险的人！我只是提早让你知道社会的现实。我们班想找你当啦啦队教练，可以吗？不行了，加油啊！你可不可以躺平呢？这里，老师，他的伤势很严重吗？应该是骨盆移位了。把这发下去。你们实在太小看竞技啦啦队了。这项运动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可以玩的。你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不知道要聘请专业教练来指导，也不知道场地安全的重要性。竟然在操场练习，才会害同学受伤。现在我们再表决一次，由你们来决定，到底是要表演诗歌朗诵，还是竞技啦啦队？歹势啦，拄迄因为爱马该拄唔晓得，才能和你抽手。也不是你的错啦。如果你当初听我话，不要一直压我背，不就不会受伤了？还有你，刚刚太搞在表决的时候，你总要给我们卡数。那么想要表演啊？你明明就动想要继续表演啦啦队，总要给我们声音。时常讲个也免毛拖你啦，你连最基本的都唔晓得。卡，你管介绍董挑夫乱讲马家啊？董托夫？董托夫是谁啊？方佑仪啦，佮人都会死，够姓方，唔系董挑夫的马家。你不是说过不想是当个没人在乎的配角了吗？那就拿出你应该有态度来吧。哦哟，你放心啦，有我和龙重挺你，在校庆表演的时候，一定会表演出最棒的啦啦队的。你说是不是啊？
你好，欢迎光临。抱歉，抱歉，我迟到了。没关系，你慢慢来。今天班上要留下来练习啦啦队了。是哦。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校庆都没有这么好玩呢，通常都是一些无聊的表演。不好意思哦，你有事可以先走，我先去换衣服。好。跳高啊！你当你这位骗手不应标。东西崩啊！嘴莫乱讲哦，还可以本一笔钱，你应该当时有钱，迄无准没两个人打工啊。你相反嘞，平常对人也不差啊。当初我冇买这个片段，全部就本拿准一个卡，还可以让我加薪，多赚开些的钱。安尼也没就唔是属于按辛苦人有作用啊，好冇讲啊？哎。你们实在太小看鸡鸡啦啦队了。这项运动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可以玩的。还在来了呀？转来了呀？妈，我做就唔好，这么还拿得推广来做。哎呦，咱用天天来做，每做得赚家丢钱啊！根本呢，点拄个顺利同好吼。哈？你无带买存个反调的转来啊？你买枪的啊？都买枪的啦。妈，歹势。做嘛老会讲歹势啊？无啦，其实。迄反对的还有找因走，不过嘛都转来女方本女迄位叫做阿婆的。你老反对的本阿婆？按用同好啊。迄表示哦，来讲假话，你都有通的。沙飞本安安度，手爱飞开本沙飞，你老反对的本阿婆。也一件好事啊，唔是老爱讲歹势啦。
我跟你们讲哦，我昨天啊在网上逛超久的，而且我还跑去奇摩之家留言，结果你们知道怎么了吗？有教练回我了耶，他说他愿意教我们表演，而且还约我们在台北见面。怎样？我们3个一起去吧？要不要？对两個是算，當校慶要全部幾多時間咧？你真嘅有辦法表演咧？冇試過呐，你會地的。當到事情哦，唔是自媒體做唔到啦。K， 你都很勇哎！不要这样了，干嘛一直摆这张死样子啊？不要这样了，大家都朋友了，有话好好讲。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不要怕麻烦啦。这次校庆活动，我们一定要成功，不要进拉队啦。你好，我是跆拳道社长李大刚。找我有什么事吗？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轻轻声一只细细嘅希望。你好，我是跆拳道社长李大刚。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想请你参加我们跆拳道社。我昨天在操场看到你，觉得你很厉害，请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社团。对不起，我下课都要去打工，没时间玩社团。还是哦，我们已经找到人了。哦，什么？妹妹啊，你又上來上班啊？一當苦呢，2點鐘來呢。我唔驚辛苦啦。冇啦，閒時唔咩人讀書啊，再好好讀書啦，書讀個章做些啦。請問日度有欠人冇？冇，係先。哈，真緊哦！拜託啦，我咪該去惠州呢。真的沒有，係先哦。哦，什麼？包行出去幾隻細妹，你用嚟？細妹，哦，他是問我有沒有缺人手，想過來打工。你好爽呀！家唔請你嚟上班嗎？我這裡又不缺人，有天數去哪裡？哎，你的表情很得人驚哎！早知道我就應該雇傭幹那個學生，最起碼比你強又比你瀟灑。哎，我不像你每天擺個死面，把人給我嚇跑了。每次都這樣，不等我講完就跑，沒禮貌。阿婆，阿婆，阿婆，做嘛介？我送唔起皮料啦，歹勢啊，送擺條板娘喺落皮咧。哎哦，有錢冇地方使咧，按貴嘅皮料我用唔到哦。唔是挑事，愛送東西來啦。外地人上愛看牙糖糖對嘛？我去喊佢出來啦。哎，阿婆等一下啦。用嘅啦。你送擺沒講過要留哪天數嗎？我想要約糖糖去台北，你做得留哪天數嗎？
喂，兰农。麦子，然后你讲哈，迄台北个复查单吼，来挺好咧，还有哦，来超台行抢阿姨哦，有数老大雄讲一下，莫做北京，唔好总爱老堂堂给电灯泡。哦，好啊，没事啊，拜拜。好了，拜。麦子大雄要他们来。我不是明明要讲好咧。没事啊，你有慢慢啦。没事啊，我在等这个充电。所以你怎么给不先充啊？麦子。你们都很勇的呀，我票都买好了嘞。转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击背。如果麦子可以在后久都在很勇的。火车快到了，我们还要等麦子吗？哎呀，无关系啊，用着去家去啊。我用不到了，谢谢。你不再考虑看看吗？你跟教练约在哪？不远啊，我刚 Google 过啊，坐几站捷运站就到了。那我们走吧。怎么改啊？还是爱无看我迄个，那还有其他事情。还事情啊？哪真的老有去啊？可是我们跟教练，你和迄老大雄，迄阵到在哪？你都带我一起来啊？俺老网友约好，爱见面。做唔得，你做唔得去家去。你在跟网友见面，干你什么事啊？你是白痴哦！没看整天新闻都在报，什么高中生跟国中生出去跟网友见面，然后就失踪不见的事情。反正吼，你做唔得去家去啊！万一出什么事情，还要你老婆讲。教练的事情交给你啊。其实，在决定校庆表演以前，我们连鸡鸡啦啦队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以后就麻烦教练了。好啦，我既然答应要教你们，我就会尽力而为。那我们先来谈谈教练费吧。其实，在决定校庆表演以前，我们连鸡鸡啦啦队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以后就麻烦教练了。好啦，我既然答应要教你们，我就会尽力而为。那我们来谈谈教练费吧。我是算人头的。
你们班几个人？25个。是这样哈，我一个人头1堂课是收200块。不过看在你这么有诚意，从新竹上来找我，我给你打个75折，算150好了。谢教练。150，150块嘛哈，几个？25。750，300，分成750，10堂课嘛哈，37500块。来，这个对不对？你看看。我的习惯是这样子，上课以前我要先收齐全部的教练费，所以回去之后赶快跟同学收钱，等收完钱再通知我上课。谢教练。啊，就这么决定了。91、92、93、94、95、96、97、98、99、100。安尼做对无？做唔对啊。安尼嘞？做唔对啦。安尼做对无？做对啦。较少唔了诶。莫等的啦，去做伊咯，无效啦。我搞定了，我搞定了！哎，你看，我一个人就把教练搞定了，厉害吧？哦。你们是怎么了？
啊，不是要拍，赶快拍啊！天也是要拍鬼啊！哦，那我们走吧。妈，你这么又唔回天否？哎呦，俺用做得啦，还困得多哦，你看。唔是，人都按辛苦啦，用遐叫一下就好个啊。乜解啊？用遐叫一下啦。叫一下。嗯。谁呢？嗯。哎呦，就好了。嗯。安尼。哎呦，就好了。妈，遐条钱，你先拿定啦。假使屋主有来的，你就同伊讲，过几日咧，我要落屋先拿一笔。辛苦了。哪有唔免辛苦诶？我无辛苦，无听错，听讲你。来西安某院做这个时间，遇到一个好男人，我就停佢走咧。哼，唔知唔可以咧。难讲哦。啊操诶！妈，我也冇到便利商店打工诶，可能以后冇免费的饭店会做得拿，啊，唔过唔放心，我以后调价咪去哄伊。唔使啦。用的哦，你迄本人欺负，含迄做都无欢喜啊。无啦，唔是想安度，我会认唔出来啦，我真来这样讲哦。给你哦。还没好。欣赏好。我来一两毛。你好哪一片？右片。来去啊。你刚刚想去哪呀？唔想讲做就唔是讲，吃东西做唔得讲法咩？我想以前打工嘅机费，提前做吧。你讲的冇唔错，也许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的人生，一只细细嘅希望。你刚刚想去哪呀？唔想讲做就唔是讲，吃东西做唔得讲法咩？我想以前打工嘅机费，
提前做吧。唔係想打工嘿，提前做吧。最近開始時，你就去揾那個店度打工做事。唔過我從未去問過嘅啊，結果冇上嘅。一下有少年嘞，工讀生做半年，真是吃頭路誒。我來冇，蘇叫聽晚等一下寫頭半年創作。你到底变什么鬼啊？我以前工讀生啊，看唔出哈。他跟我奶黑调咖呢，起某什么状况？你跟我解释一下吧。阮調價，迄個唔是小年紀，加加年紀捱來出。哇，原来在你眼里，那还冇良我。亚哈仔是我的员工，他的薪水当然是由我来付。不过我只想知道，你作为班导，难道不怕因为打工而耽误学业？要是他被客人欺负了，那你就會唔必然呢？我總會仔仔嚟人家打工。張哥講，阮調價，你要插數講你要做調價冇？冇。剛硬我要做仔仔嘅欣賞，你搶贏是誰？既然房子都按你講咧，好的，然後2杯冰奶。好。2杯冰奶。好。Yes， 大成功，我们校庆表演有希望了。哎，天色晚了，我先陪两人回家。哎，我会把今天拍的东西烧成光碟，明天要不要陪我去找麦子啊？啊，好啦。什么？你想到迄个？糖糖，根本做在人去台北，也真真真欢喜。念迄个啥意思啊？念迄讲。啊，算了啦，没事啊。你做得迄困难。嗯，拜拜。糖糖，迄讲牛妈嘅心思，上个人也上你也讲，你做得大本爱，俺想来载你，半夜妹唔怕。都在去扭呀！啊！烂油表，连你都跟我过不去啊！转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击背。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多声后。谢子毅，你都在黑用的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糖糖，糖糖，糖糖，对不起，对不起。你做乜干啊？张我你很勇哎，你怎么你这么会猛来？你冇送快啊？那你冇送快啊？呀，哎呀！好，冇钱都加 Q 啦。你做冇想去咩？冇想去做唔得啊？做得啊，做过咩？你得出唔是啊，当走去台北，然后你走亚洲嘅。哎，还唔要去啊？你得去搞去嘅啦。 哎，锅里有烧好了！哎，锅里有烧好了！我还把家里的话打成我是不是该晚点来会比较好啊？好，迄那就加步啦，就这样，所以比死啊！哎，来喽！ 不要这样了，走开啦！不是啊，麦子，麦子，你有话你说，不要这样了，真的不要这样，走开啦！哦，真的不要，哦，拜托了，拜托不要，哦，不要生气了啦，哦。做乜計啦？耶，唔知啊，食到未哦？那没有加入家条么？我有點本嚟冇意思嘅啊，唔過我係想一啲嘅。你講乜計啦？ 冇啊，硬硬叫我，你開始看下嘅哦。我發現哦，盧夫真因過咧動路線咧，看起因 V 叫，做得 V 到七家嘅理想，七家嘅夢想，熱血的勇往直前。你到底講乜計啦？
鲁夫啊，迄讲拄到创案的问题哦，你们有给见到？哦，好啊，跟老纪讲。鲁夫有话要人讲啦。你干嘛啊？你们班表演准备要不要交啊？你这样，我们筹备委员会的人要怎么安排表演顺序？哎，对了，听说你们班之前要表演积极啦啦队，而且队长还是你，我就在想怎么可能？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我跟阿班讲说，这才是麦子的作风。唉，也好啦，早点放弃对大家都好了，不然拖着全班一起丢脸。哼。哎，麦子。你已经看过啦？你可以听诶，我会教诶。迄家做到暗哟，唔也讲无会教。好。帮我拍帅一点啊！ OK， 帅，好的，谢谢。来，那个周玉彤同学，哎，能帮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梦想？梦想，其实要梦想不难啊，就感觉完成梦想比较难。对我来讲，就是冲就对了。虽然冲久很累啦，会想放弃，不过你仔细想想看。 我再坚持一下，或者是只有这样而已吗？只要有这种想法哦，我就可以再坚持一阵子。所以其实完成梦想没有很难啦。某几次的练习吧，发现其实啦啦队是个很热血的东西啊，然后就开始渐渐爱上啦啦队了。可以大声的喊口号啊，然后团结啊，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觉得啦啦队最好玩的东西。Yes， 大家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谢谢大家辛苦了。教练，哦，快了，我们快收起了。可是最早提议要在校庆时表演啦啦队的，明明就是你。讲来不用会后，你打工，总得参加啦啦队的练习。你是谁啊？你就等练习完再过来打工吧。总得啦，妈妈讲莫抢你。 之前签约有说过，教练的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明明就上课，按照合约就不如现在钱给我了。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ot Let's go！ 两个爱追去听的，另一个开始 sunset， 是我书包砸掉，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 move me，say 爱 move me， 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波。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咧，拍摄係愛需表白體咧，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親愛 Sunday， 哈口咧，也小愛哈口咧，最後係倆哈口。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波。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嘞，有没哈忙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差不多了啦。哈卡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冰冰，我是白冰冰，大家好。第一次出现在客家电视台，觉得好新鲜哦。虽然在演艺圈已经30几年了，不过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说说话。近几年来，台湾出现了很多非常受到欢迎的世界之光哦，因为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们，尤其 MIT 的台湾之光，更让台湾增加了好多的能见度，这也是爱台湾呐的一种好表现。今天我特地在这边推荐客家电视台8点的大戏《标企鹅李德》，什么意思呢？原来是有一群年轻朋友，他们是竞技啦啦队他们最后达到了目标，因为他们经过了一番寒彻骨，有多努力，有多辛苦，你知道吗？这部戏要告诉大家，年轻人不是草莓族，不是软趴趴的，不是香蕉，他们是拔辣，大家都是硬邦邦的让大家知道说，每一个人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在成功的背后，他们有好多的辛苦。所以有一句话说，梅花寒中开，成功苦中来。这句话来跟大家来互相勉励一下，这些年轻人他们做到了最后自己想要的目标跟方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一起给他们掌声加油鼓励跟支持。别忘了每天晚上8点钟打开客家电视台收看《标企鹅李德》，就是给年轻人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加油，卡友！